老婆，来，我来接你了。等一下，今天这个彩礼钱必须加到50万，不然这个婚你们结不了。哼，加什么加啊？我老妹结婚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外人在这里插嘴了？我跟你说，以后你结婚，你想加300万、500万，随便你加。我跟我老妹从小一起相依为命，虽然爸爸妈妈早已经不在了，但这个价还是我说了算。什么时候轮那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了？小佳，这个钱应该是你借来的吧？是的。哎呀，我呢，这个做大哥呢，虽然跟妹妹在一起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你放心，我们家不是那种坑钱的人。钱呢，我就拿一张，意思意思就可以了。你呢，把这个钱拿去还债啊！只要你以后真心的对我老妹好，我什么都知足了啊！